台看宜兰地检署接到情资，讲有人招村里长、民众去中国旅游，机票甲寄出，其他大客车佮有交通拢有交代。初步调查有3团53人涉案，专案是以违反反渗透法侦办。 民众方叫去警察局侦讯了后，随过去地检署复讯，宜兰地检署当日接到情资显示，原来有特定人士陆续招村里长甲村里民去中国旅游，参加的人家己付机票钱，其他的加大交通费用由中国落地交代。清查有3团53人涉案。带团者均非旅行社从业人员，相关行程均由国台办驻区人员全权安排。然后中间有没有聊到政治的议题？说实在话。 以我这5天的行程来讲，我还真没怎么听到。有访约谈的民众否认，即摆去中国行程甲政治有关系。不过检方调查发现，参加团员分别受到中国漳州市武进区台办、南佳市车客区台办、河北省台办的落地交代，行程拢有各台办陪同，也是统战人员参与。佮发表爱支持会当促进两岸交流的政党，爱好好选择有利两岸交流的人。涉案人以违反反渗透法列为被告，继续侦办。 宜兰县立委选举6名候选人提告参与政见发表会，拿着被3党候选人针对最近赖流团掠着贿选，客南某名大助理涉嫌买票，当接受调查，佮标注宜兰地检署的图片互相攻防。这个就是很夸张啊，根本就是要刻意影响选情哦。因为这2个人我们有去查了一下，这2个人通通都是他平常的支持者。如果说真的有事证的话，我也希望说地检署应该是积极的去查，然后因为要端正选风。那蓝绿还是跟过去一样，不是抹黑就是泼脏水。 然后呢，梗图满天飞。宜兰地检署针对类似图片发布新闻稿，澄清是不实信息，已经就假信息立案调查。审检最后，候选人的攻防愈来愈激烈，民众对于网络流传的信息，爱更加细致、谨慎查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